2025麻豆油画会季将伫咧22号登场。主办单位伫活动前一天特别举办宣传记者会，向国人大众介绍今年活动亮点，有看花、特色、音乐、行为艺术、市集、陶艺特展等，让参加者伫花芳、茶芳、艺术芳当中度过美好的假日时光。这次的柚花季呢，柚花盛开，整个环境里面弥漫着柚香的一个香气。那也是我们台南3月的时候一个花季的一个起点哦。那明天的活动呢，我们结合了6大主题，我们包括了茶席、赏花、市集、音乐、行为艺术啊，还有陶艺啊，总共有6大的一个主题，在我们总业艺文中心来举行。那非常的盛大哈，那也我相信一定会吸引很多的一个市民朋友，大家一起在柚子树下享受着那个浓浓的花的一个香味。那我们也体验那个在花的一个气氛之下呢，那我们来创造的一些艺文活动，欢迎大家一起来享受。记者会上，地灵叶东泰也再来自创的台语油画花习俗，分享给现场民众。3月风微微啊吹，春天就咱来赏花，花有旧年遐香，人情温暖也相同。小店菜市啊无用刺刺，肉点哪个独声有味道。鱼啊活跳跳，拍水乱节奏。又爱了2025麻豆油画会季，这礼拜六将伫咧总业艺文中心登场。活动邀请10位海外地灵，设置12个特色。另外，阁邀请日本音乐家江野丽、甲钢琴演奏家王夏丽现场演出，为早时到下晡，规划了满满的艺文体验。周边阁有40外的摊车，好耍又阁好买。市府文化局欢迎大家做伙来佚佗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